推广这个海洋生态的教育，台中市5间国小参加到闯关的活动，每通过一道的关卡，都会当学到动植物的知识。小朋友用尼龙索做一只水鸡，只要饲伊的脚趾片，互伊跳入去桶仔内底，就会使过关。另外一边的同学做伙拍拼，要互种子落入去 CD 内底的空，先完成的就赢。各种趣味的体验，嘛，互囡仔酸甲真欢喜。我就觉得它很特别，因为它里面咬起来，它里面还有一个种子，可以做成像青蛙，然后按这里就可以让它跳起来，感觉很好玩，然后可以废物再利用。你会造成它不舒服的感觉，所以它要攻击你。为着互囡仔自细汉熟悉海洋生态教育，台湾自然研究学会今年特别和教育部合作，在大安区古壳生态公园附近举办闯关活动，邀请台中市5间国小大约500多位师生家长做伙参加。很好玩，而且它就是在走过的时候会有一种有点刺痒痒的感觉，就是很好玩。然后今天在这边也很高兴，就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认识螃蟹更多的特征或者是它们的习性。在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，让大家亲自发现到我们的海洋、我们的河口是非常美丽的。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希望有更多学校、更多的师生一起来参与。主办单位嘛表示，这摆总共规划要20个关卡，每个关卡拢有无同的主题，希望透过体验的方式，让更多人了解大安地区丰富的动植物生态和历史人文。